十月初又会当欣赏到金针花花海，这是台东太麻里乡金针山过去金针花花季，拢是为7月中到9月中，上晚嘛敢若开到10月初尔。今年会当讲是真特别，十一月会当欣赏到开花景致。在地种过人嘛讲，过了10年来，这是头一届，可能今年入秋了后，温度也是真悬，金针花花期才会较长。牵云搭雾，一大片金黄色的金针花海，就敢若亲像互人伫咧仙境共款。逐年才拢吸引真侪游客来。台东太麻里有水风景，不过逐永年金针开花的花期拢是伫咧7月中旬到9月中旬，上晚开到10月初尔。不过今年煞反常，花期煞延到今啊，互真侪游客拢感觉真惊喜。花况感觉怎么样？开心，漂亮，很壮观，美丽啊！不要再满坑满谷的。拢已经11月啊，还有遮尔啊水的金针花，安尼互游客感觉足欢喜的。大家拢伫咧金针花田安尼弄来弄去，翕相留念。台东太麻里乡的这个金针山，伊海拔有700公尺悬，今年的花期已经煞到11月，安尼互当地农民讲真正奇叫，因为这是10几年来还佫毋捌发生过的状况。今年可能因为气候温度的上升，所以让金针花的花芽长得会比较慢一点点，所以今年的话到8月中的时候才有花开，因为慢开，所以我们一直到像现在到11月，而且今年没有什么台风的影响，所以撑到11月初，现在还有不错的花况。原来是因为烧冬，才互这个花期延后。虽然讲较罕尼看到，不过即马气候愈来愈热岛，未来嘛有可能变作是常态。即马是11月份咯，遮尔水的金针花还佫当咧开，想要去东部佚佗的民众会当把握这个机会上山来欣赏花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